师叫长聪。有一次啊，长聪他生病了，所以老子就去探病，去看他的老师。结果长聪就问老子说：“哎，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在，还在呀。那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还在了哦，全掉光了。”所以长聪就问他的学生老子说：“那你看我问你这样子是要跟你讲什么？”老子本来他悟性智慧就高涨，他说：“老师，你就是要跟我讲以柔克刚的道理。”对。所以老子说：“守柔曰强。”真正的强，不是以身份压人，不是以言语胜人，不是以见识欺人。不是真正的强，不是我嘴巴咄咄逼人。我强辩辩理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以权力和身份来压人。真正的强是什么？真正的强是能够互相帮忙。所以弱者他是互私互残互己，挤来挤去那个挤啊，互私互残互己，所以寸步难行。而强者呢，是互相的搭桥，互相的帮忙，渡人渡己，大家一起成就。所以人与人最好的关系，就是能够彼此成就，互补贵人。济公老师也曾经慈悲说，心不平静的时候呢，静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默念什么？对，默念本自真经就有妙智慧。从内而外，时常用三宝心法来醒思不安的心念，进而涤除自大、傲慢、杠高，让清净法身能够显现。或许这边特别把三宝心法标出来，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亲头以上的人才了。三宝心法跟我们求道的时候所说的那个三宝，其实他们的框架一样，其实内涵是不太一样的哈。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那三个东西，那不是让心到清知道有这三样的入门。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的道理了，我们知道三宝心法三宝心法来涤除我们自己的自大、傲慢跟杠高。最后一段了，或许今天讲得很快，前面好像有提早前面好像提早10分钟，或许也这么早，那我们这一节可能会提早下课好，最后一段，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首先，这个物壮则老，或许先说一般的物壮则老是自然而然。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新陈代谢循环不息的哦。比如说，我们从年轻的时候，从小到中年到壮年，自然而然会到老年，对不对？就像或许这几年就感觉身体真的有差，那就是自然而然的身体的器官慢慢的在退化，这是自然的现象。该看医生就该看医生，这样子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这就是自然。就像一个叶子，今天这个叶子它枯黄掉下来，今天没有风，它会不会掉下来？会，一样会掉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人到了壮年，会走下坡，会渐渐的走入衰老，这是自然而然，这是自然。所以我们说，生是偶然，老是自然，病是突然，死是自然。但是老子在这一章所讲的物壮则老，不是指这个物壮则老。老子在这一章所讲的，我们去推溯前面，老子所讲的物壮则老，是说我们违反自然，不合常理的让它强壮。老子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像孟子公叔丑里面有一个宋国的农夫他觉得他的那个稻苗长得太慢了，所以他就去田里一根一根的拔得很累一根一根的把它往上拔了一点，然后回到家里面还跟他儿子跟
跟他儿子炫耀说：“哎呀，儿子啊，爸爸跟你说，我们家今天的稻苗啊都长高了。”结果他儿子跑到田里去看，那些稻苗都怎么样了？对，这个就是揠苗助长。那么老子在这里所说的物壮则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揠苗助长，就是不合常理的让它茁壮，然后它就会很快的进入衰老。所以老子说：“士谓不道，不道早已。”这个就是不合自然的，不道就是违反自然的。然后你只要是违反自然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停止，很快就会消灭，很快就会死亡。就像我们人的器官一样。今天我们如果说趁着年轻、身体力壮，就不爱护自己的身体，无限制的熬夜啦、喝酒、抽烟，这个都在加速老化，都是加速老化。所以老子这一章是指说，我们不要逞强，不要用不合常理的让自己强壮。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道、不合道理的。那只要是不合道理的事情，很快就会灭亡、或死亡、或停止，就是这个意思。后面有一首道歌，我们来听一下。虽有明白，在草上画凄凉。
不是相遇不能再相认，就让缘分无情人到天那贤姐，这首道歌好听吗？好，或许有听到有人在唱哎，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听一次好吗？